上星期結業13年嘅大富豪夜總會重開，改咗個名叫做大富豪 BBG Big Boss Generation。招牌就搣咗夜總會3個字，但係見到內部裝修間隔就同一般嘅豪華夜總會冇乜分別。開幕當日記者雲集，全港嘅媒體大篇幅度好似啟德體育園開幕咁正面報導。行政總裁李健民就話：新大富豪並唔係用傳統夜總會嘅模式去經營，反而有啲似二房東，將高端嘅娛樂設施同埋舞台系統就出租俾唔同嘅使用者，大家可以嚟飲酒娛樂，亦都可以喺度搞小型演唱會啊、粉絲見面會啊、娛樂發佈會等等。據報道重新之後嘅大富豪就會轉型為擁有50個主題包間嘅老少咸宜娛樂場，日夜經營，唔設舞小姐，歡迎男女老幼入場，甚至會有孩童嘅專區。家長可以為小朋友喺呢度搞生日會，顛覆過往紙醉金迷嘅夜總會形象。行政總裁話，目前大富豪 BBG 已經收到咗過百個租場嘅預訂查詢，包括嚟自學生會、初創企業同埋商會等等嘅機構。於是大家都將新大富豪講到好似香港經濟救星、香港夜繽紛嘅曙光咁。不過喺開幕第一日，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，即係俗稱嘅 O 記，仲有西九龍總區、油尖旺警區同埋食環署人員，就喺尖沙咀區進行代號黎庭掃月嘅行動，巡查區內嘅娛樂場所，包括啱啱開張嘅大富豪。行動裏面警方就喺新大富豪拘捕一個涉及洗黑錢被通緝嘅37歲本地男子，並且喺場內發現有黑社會人士擔任睇場。對於警方第一日就嚟掃場，坊間就有意見認為咁樣會打擊香港本來一蹶不振嘅經濟，令到投資者心灰，令到消費者卻步。或者我哋先睇下新大富豪嘅行政總裁喺開幕禮上邊高呼過啲乜嘢。佢話呢度將會延續大富豪嘅傳奇，令到香港馬照跑，舞照跳。老闆更加喺東陽請嚟前日本神級嘅 AV 女優蒼井空低空現身作開幕禮嘅剪彩嘉賓。呢一種陣勢，呢個場係咪可以俾孩子開生日會呢？係咪可以俾學生會搞活動呢？似乎有啲羊頭同埋狗肉嘅味道，係咪？一間聲稱從良嘅夜總會話要吸引更多嘅男女老幼學生孩童嚟到光顧，但係就揾嚟 AV 女優，而唔係熊貓啊、米奇老鼠，甚至呢一期最紅嘅辣布布嚟到撐場。呢種排頭，如果警方都唔第一時間行動去查下佢嘅底細，就係失職。夜總會係黃色事業，唔係簡單嘅夜繽紛，呢個絕對係唔需要爭論嘅事實。有個驗證嘅方法好簡單，如果你有個女，佢話要去夜市開檔，你一定會支持。但係如果佢話要去夜總會開工，你會唔會支持呢？人均消費1000蚊嘅夜場，可以將北上嘅香港人留低，呢個係乜嘢嘅經濟邏輯呢？如果話俾商務客招呼生意夥伴或者係外國朋友，呢度顯然另有所尋，又點知係飲酒唱歌咁簡單呢？開夜總會唔係問題，問題係成個社會竟然好奇怪咁，將一種本來負面嘅行業當作救經濟嘅救星咁吹捧。黃賭毒從來都係一體嘅，從前嘅夜總會非法勾當都係外判嘅。如果唔係，點可以光明正大打開門做生意？如果唔係，點會需要揾黑社會嚟到睇場呢？90年代東莞以黃色事業聞名，甚至有聖都嘅污名。今日都已經洗盡鉛華，轉型成為數字化、智能化嘅加工企業基地，成為一個先進、乾淨、健康嘅城市。香港今日確實係經濟不景，但竟然要走回頭路，靠黃色事業嚟起死回生，呢個又係咪我哋應該走嘅路呢？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，請你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想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撳埋個鈴鈴啊！多謝大家。